哎，周末该大家出去玩都不约我，哎，可是可以干嘛？好寂寞啊！多拜，我也被约啊！不是，不，迪波。很多人之所以伟大，都是因为能够享受乞丐一生领哦。啊？就让我来告诉你如何享受乞丐一生领吧。一生领的狂欢，就是边缘人。乞丐一生领可以主宰一切的快乐，至高无上的喜悦。只要我喜欢，甚至可以用同一首歌一直唱满3点钟。一次买7张票，享受包场的感觉也不是问题。哇哦！不管是烤牛维尼还是土教的，或是石头蝎子在旁边做保的，我都享受到各式各样烤肉角色的乐趣。而这是多人烤肉绝对体会不了的。讨厌，选美来生一笔了。当然，这些都只是基本款。当一个人自处到最高境界，灵魂的思维程度也会有所改变。一闪离开桌游，一闪离开桌游看起来很鲁吧？错了，我可以在游玩的过程中与乞丐跟内心深度的对话，与自己的对应较劲，挑战自己智力的极限。来吧，50方呢？我早就看出来的战术了。来吧，魔王金金金，一闪离开 GQ， 金金金就这样冲到前线，交给我吧，金金金，我不会让你进球的，金金金，你是挡不住我的，金金金，所谓团体合作，只有当每个角色都尝试过了，才能体会团队合作的精髓。不管是130具有人员，还是130做摩天轮，这些容易被世俗约定一定要进行团体活动的行为，我统统没问题。哇！你以为130黑熊是孤单吗？错了，130黑熊可以更单纯的享受拍照的快乐啊！我爱去哪位就去哪位，我爱去见者就去见者。130根本不孤单，孤单的是你内心的小孩啊！130其实是件很帅气的事的。谢谢你鼓励我，还是我们2个一起？Taxi。对啊，凡凡你要去哪？对啊，我也要去。没有啊，我突然想跟团了。